王爷，喝点水吧。啊。父王。 父王，此番大战隋朝未灭，但也朝不保夕了。不如您就随我等，一同前往瓦岗。随即我会接母妃和哥哥一同前往，到时候我们一家人又可以团聚了。不必了，现如今天下大乱，已无乐土。如今的北平府与瓦岗也毫无差别，更何况北平王府还有我一方子民，我怎能弃他们于不顾？哎，成儿啊，你当初执意要去瓦岗，为父早已看出你是要扶明君谋大事。可是当时为父怕你年幼分不出好坏。你看，事到如今，隋朝虽奄奄一息，却也未见一个能够拨云见日的明主。成儿啊，遇到事情，眼光一定要放远一些。父王说的有道理。如果隋朝不灭，天下永无安宁之日。时辰不早了，你先行上路吧。孩儿不孝，父王，待成儿向母妃谢罪。成儿啊，一定要多加小心。父王。 去，真诚遭个春。鸟声争劝酒，梅花笑杀人。来，陪朕喝一杯。 会被何人占据啊？皇上不许胡说。妹妹，皇上这是逗咱们姐妹的。贫贱苦乐，更迭为之，一副和尚。想必皇上也发了，不如我们姐妹先退下，皇上早点歇息。等等。江南好，正柳遇友人。但存颜色在，
真如汉武所言，欢乐其息，爱且度。要散了。是。臣妾告退。皇上，犯兵虽退，但是我们损兵折将也很严重，不少大将都已战死沙场。皇上，我们不能不防那些反贼卷土重来，他们会做暗杀突袭的勾当，所以老臣特命小儿程度把御林军重新编排，任灵狐行达为金龙卫的统领，日夜守卫，寸步不离，保护皇上。金龙卫进！助子造反，罗成临阵倒戈，偷盗阵土，逼死双枪大将丁延平，害助反王破阵，这可是灭门的大罪呀！罗毅称病，在行宫休养，臣以为北平王目无王法，欺瞒圣上。要是让他活着回了北平府，那岂不有如我们大隋的颜面？所言极是。那臣就带程度前往北平府，夺回兵权，交给皇上。末将在。宣洪蛮进殿。回皇上，洪将军已经阵亡。调韩青湖。回皇上，韩将军已经卸甲归田。都滚出去！回皇上。行宫危机四伏，末将为保皇上安全，不敢擅离职守。
全军就地扎营，明日再行。是。王爷有令，今晚在此歇息，明日启程。是。叛贼罗毅，在铜旗阵中，你勾结瓦岗反贼，叛我大隋，还不快下马束手就擒，以死谢罪！哼！你们这2个乱臣贼子，祸国殃民，私结乱党，害我大隋民不聊生。今日本王一定要替百姓讨个公道。皇上已经派人去追剿你那逆子罗成，想必他已在黄泉的路上。如果你不束手就擒，那我就送你和你儿子一同上路。杀！子民们，让他们速速离开。是。回北平府。那你去吧。驾！ 快走吧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北平府王妃，你儿子罗成勾结降马，临阵造反，株连九族，你以为你还走得了吗？相国大人。 罗家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了，我自会留下，任凭发落。请你放过罗家的仆人和丫鬟，他们不是罗家的人，
不应该受到牵连。凡是在北平府里的人，都是罗家的人，统统给我杀，一个不留！母妃放了，让我就要了她的命。宋儿，你快跑吧，别管我了。母妃，我早已把你当成亲娘，我怎能抛下你不管？放人！父亲，北平王兵符在此。好，可别小看了那个罗成。一切准备好了吗？回大人，一切都按照您的吩咐准备好了。那就好。成都，我们起驾回扬州。是。做得很好，都是父亲教导有方。
少爷回来了。成儿，你回来了，娘给你准备了你最爱吃的菜，来，进来吧。母妃，来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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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弟弟，你回来的正好，咱们一起练枪吧。来呀，走啊！哥，哥。不要成儿了吗？罗城已被擒获。抓得好！传我的命令下去，看好犯人，速速把他押到扬州去。是。成都，我们现在除掉了罗毅这个老头，收缴了北平府的兵权，又生擒了罗成这个余孽。上天果然不负我们宇文家族啊！借问长城侯，单于入朝节，浊气敬天山，晨光照高阙。士兵仍振履，要晃四方局。引至告严玄，公归清庙前。父亲，这不是皇上的事吗？想当年，皇上做事，笑话那陈叔宝亡国之事，却不知道国之将倾。而后，他封陈叔宝为长城侯，让他像傀儡一样活在这个世上。如今，他还不是像长城侯一样落得如此下场吗？你干嘛如此看着我？
不知道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做吗？驾！果然如父王所料，铜旗阵虽破，但杨广未死。李子通、王父等几家反王一死，就连瓦岗寨也是损兵折将，兵力大减。这就是为父为什么不参加破铜旗阵的原因。我就知道，那玉玺就是个诱饵。杨广一定会做好十足的准备来对付他们。听闻那靠山王也已战死，杨广的兵力大减，我们现在是否出兵呢？我窦建德卧薪尝胆数载，是到了该出手的时候了。贤娘，你马上调兵遣将，咱们直下扬州。是，父王。禀夏王，前方5里处，宇文化及手下一队人马正押着北平王之子罗成行往扬州。哼哼，这个杨广，他的动作也真快。铜旗阵，北平王刚暴露，他就抄了北平王府，还把罗成、罗少保给抓了。父王，素闻那罗少保枪法一绝，而且又投入了瓦岗，他怎么会被抓呢？哎，怎么被抓的，我们暂且不管他。眼下当务之急是要想办法把罗成给救出来。父王，这是为何？眼下时局纷乱，各路反王在铜旗阵中实力大减，大隋也朝不保夕。接下来，各自的势力范围将重新划分。父王的意思是？闺女啊，逐鹿中原需要什么？需要谋略，需要兵将。对，这两者缺一不可呀。这谋略吧，我们有。但我们最缺的就是为我们所用的良将。今后谁要是拥有的精兵强将多，谁独霸天下的机会就大。可是父王，我们怎么能够保证将罗成救出以后，他就能为我们所用呢？能不能用不在一时，我们的眼光要放长远。像那罗成与那些草莽不一样，他不会安于待在一个区区瓦岗寨的。以后我们招安他的机会多的是。父王，我这就带一队人马去将罗成救出。小心点儿。
者何人？少废话，快将罗成放出，否则别怪我手下无情。各位英雄，久仰久仰啊！夏明王，久仰大名。哦，原来是秦琼，秦大元帅啊！正是在下。哎呀，久仰大名啊！不过这儿不是说话的地方，本王请秦大帅带着瓦岗的英雄到我帐中一坐，可好？行，好，走。瓦岗英雄始终敢为人先，四平山截杀杨广，紫金山大破铜旗阵，虽为盟主，却身先士卒，这令本王十分敬佩呀！夏明王，在下有一事不解，还想请您指教一下。哦，单贤弟有何不解，请直言。当初杨林下文书邀各路英豪，紫金山破铜旗阵，为何我们等候多时，却不见夏明王您的踪影呢？难道是杨林没有下文书给您？文书本王收到了。哈，那为何迟迟不来？实不相瞒呐，当时我正身染疾患，无法带兵啊。虽有小女献娘，但她年纪尚幼，不足以统领大军，于是就这么给耽搁了。嘿嘿嘿，夏明王，你倒是真会生病啊！什么时候都不病，就这时候病。所以呀，我病一好就立马出兵了。完了，铜旗阵都破了。是啊，走到半路得到消息，听说铜旗阵已破，哎呦，我心中那个遗憾呐！哎，不过我听说那昏君杨广没死啊，所以我就继续行军，准备直下扬州，诛杀昏君。也好，我们正要前去找昏君算账。三哥，就别让夏明王去了，到时候他又病了。我哥他们刚回瓦岗，就听说了北平府的事情，我们就马上赶过来了。罗成，你不是哑巴了吧？说句话呀！你要是去报仇，我可以陪你去报仇；你要是不想活了，我可以陪你去死。但是你也得跟我说句话呀！
上姑娘也在啊。窦姑娘有何贵干？啊，也无要事，只是先前看见罗少宝的胳膊受了点伤，所以就给他拿点药过来。罗少宝，节哀顺变。我父王已经和瓦岗军联合，决计直奔扬州，诛杀杨广。到时候，罗少宝便可国恨家仇一起报了。多谢窦姑娘关心。我罗成必会手刃杨广，为我北平府报仇雪恨。以后不用叫我少宝，叫我罗成就好。那好啊，罗成。那谢娘就不打扰了。慢走。宝儿，母妃。皇上，群臣已在殿外等候，还请皇上速速还朝。杨毅，新疆案，琼花，老威胁。父皇，父皇，我害怕。不再是朕的友人了吗？卿等如此冷落，是朕做错了什么事？陛下，朕少年时被遇突厥，你在哪里？朕平南臣一统天下，你在哪里？朕自登基以来，决长河，筑长城，迎东都，开运河，贯通南北。朕信佛，办道，倡儒，开科。朕北御突厥，朕精通西域。朕通识海洋，交通文化。万国来朝，朕登基之时曾夸下海口，要功盖万世。朕没有食言啊！今日众臣相逼，说说朕何罪之有？今日众臣相逼，
说说，朕何罪至此？陛下为其宗庙巡游不息，外勤征讨，内急奢淫，使丁壮近于使任。女若田渔沟壑，四民丧业，盗贼风起，专任宁虞，难道你还不知罪吗？哼！为百姓，卿等真为百姓犯了。朕实负百姓。然而卿等乃朕的臣子，朕终年高官厚禄以待，可曾亏欠尔等？为百姓，你等愿做此篡逆之事？今日之事，谁为主谋？普天同愿，何止一人？你也配？无夫造反也就罢，一个穷酸妇孺，你也配提刀弄杖？给我滚下去！大胆逆贼，竟敢对皇上无礼，还不退下！皇上，最近可好？如今天下大乱，无民不反，皇上早已尽失民心，难控大局。我看你还是交出玉玺，交出王位，将来还可以像陈叔宝一样当个长城侯，那不是更逍遥快活吗？必定是你。那陈叔宝能跟朕比吗？啊？你语文化及？哦，你把自己当成当年的晋王杨广了！那就怪臣无礼了。灵狐行党，是。住手！停！你们誓受皇恩，真是狼心狗肺！切不必乱，终年厚禄。只在日前，皇上知你们视为春寒，即召宫人装果素袍来赐给你们。万岁亲身临时催督，数千袍只2日就令完工。你们敢说不知道吗？皇恩如此，你们这些逆贼，你们这些逆贼，篡位弑主，必遭千刀万剐。淫乱贱婢，平日以狐媚蛊惑军心，以致天下败亡，现在竟还敢回辱义士，不杀你，何以谢天下？到！
不能死，母妃！皇上，你常常叫我斩草要除根呢。且慢，且慢。天子有天子的司法，怎可刀剑加人？身首异处，不合帝王之意。拿鸩酒来。死到临头，还要讲究个什么死法吗？放着。此处甚好，将这悬于此处，自门而入，自窗而窥者，一望之下，顿生苍穹豪迈之感，妙合华丽，朕万古圣王，亦当如此。这里。好。前几年，朕做了个梦，梦中二庶子歌曰：“往一死，去一死，未若乘船渡江水。”原来如此。斜阳欲落去，一望暗休。相国大人，瓦岗军与窦建德大军已经将扬州城包围。快！快点！等等我！这边！程度，皇上已经驾崩了，
你还跪在这里干什么？快跟为父取得玉玺，冲围！到时候你就可以号令全国，歼灭群雄，一统天下，兴我帝王之业呀！寿孩儿不能从命。你说什么？父亲，你要做什么，孩儿从不拦你，因为孩儿不能不孝。但成都是大隋臣子，吾皇已被逼死，以为不忠。你不听为父之言，谈何孝道啊！父亲，如今藩王来袭，成都等以死为国，以报皇恩。你，哼，都随我去寝宫。相国大人带兵朝这边来了。相国大人，哦不，皇上，你可算是来了，臣妾等你好久了。我果然没有看错，确实有帝王之相。是吗？你不用找了，你要的东西在我这儿。那你还不快交出来？等到合适的时候，我自然会交给你。不过，你要先答应我一个条件。我说你这个皇后娘娘，你是个聪明人，到这个时候了，你还跟我说什么条件？皇上，臣妾这不是在和你讲条件，而是在为自己谋一条活路呢。爱妃，你现在是皇后娘娘，往后还是皇后娘娘。皇上果然是明白人，请随我来。走，相国大人，幸会幸会啊！是你？正是在下。相国大人，到这儿来是找玉玺的吧？护驾！
来吧！欲问成都只身出战，正如传信人所言，杨广已死，恐怕宫中都在四处寻找玉玺。不知道四弟那边情况如何，也不知道他有没有被发现。吉人自有天相，四弟那边因无甚大碍。哎呀，传说小美人儿美色倾城啊，今日一见，果不其然呐。郑王过奖了。美人儿啊，这玉玺在哪儿啊？刚才我可都听见了，也不劳本王把这寝宫翻个底儿朝天吧。郑王这话说的，臣妾这就给您把玉玺拿来。哦。啊！玉玺！贤弟啊，贤弟，这是我的，啊，这是我的，我的呀！啊，兄弟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我的。四哥，这就是传说中的传国玉玺啊！这拿来吧，贤弟，这可是个好东西啊！开城门，迎接兄弟们。贤弟，贤弟，贤弟啊，我的！此乃天助我也。
什么老给我死撤退！我要打死你！呀！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！杀入行宫！杀！李元霸和宇文成都两强交手，玉石俱焚。秦琼、程咬金等人里应外合，率领瓦岗义士杀入扬州行宫。与此同时，李渊在得知李元霸阵亡的消息后，愤然下令进攻长安。此时的长安城已不堪一击，最终李渊顺利夺取长安，占得先机。李密啊，我老程够意思吧？啊，玉玺落在咱们手上了。嘿嘿，程将军确实是一员福将，为我瓦岗屡建奇功。不值得一提啊。主公，如今昏君杨广已死，隋朝已灭，不知主公下一步作何打算？这个，众卿都有何意见？主公，我们虽然拿到了玉玺，推翻了大隋，但天下未定。郑王王世充攻下洛阳，独占杨广的宝藏，声势浩大。厦门王窦建德更是老谋深算，几乎无甚伤亡，渔翁得利。三哥所言极是。此次战役之后，众反王的势力大大削弱，大家都七零八落散去，只剩下窦建德和王世充独家做大。不过，众反王中实力最强的，要算刚刚起兵反隋的唐王李渊。不错，唐王坐拥数十万精兵，直取长安，麾下又有二儿子李世民，再加上李靖等英武之辈，虽立杨右为帝，实则大权在握。我瓦岗既已夺得玉玺，何不以此号令天下，全力出兵直取长安？李渊虽然这次是阵前逆兵，但他一向助纣为虐，杀我二贤庄数百口人，这个丑不报我誓不为人。五弟，这超杀二贤庄，李渊也是奉命行事。柴少与李世民曾经多次跟我提起过此事，希望能够和你化解之间的仇恨。再者，此次铜旗阵之役，若不是李世民、李元霸及时赶到，我等就死于这黑甲旌旗之下了。若我们前去反攻他们，有何道义而言？三哥说的有理，五弟啊，再等等。如果他们敢有什么动静，我们瓦岗绝不饶他。既然大家都没有想好，那就以后再议吧。眼下杨广已死，宇文家族也随隋朝同去，然而玉玺却落在了瓦岗魏王李密之手。王世充发兵洛阳，与我们形成了南北对峙。舅舅窦建德也在四处招揽大将，势头强劲。父王，瓦岗军势力庞大，铜旗阵一战虽有伤亡，
但依然不能小视。儿臣以为，我们应当尽快发兵攻打瓦岗，夺取玉玺，用以号令天下。父亲，大哥说的对啊。父亲，儿臣以为，现在的当务之急并非攻打瓦岗，抢夺玉玺。二哥，我们攻下长安，靠的就是先下手为强。这次，怎能姑息手软，慢人一步呢？三弟，现在局势混乱，就算玉玺在我们手中，也未必能够号令天下。我们先攻下长安，已经是占得先机，只是这根基未稳，我们理应保存实力，招兵买马，届时再扩张版图，到时候玉玺自然会落在我们手中。哼，二弟虽然言之有理，但若我们再等，只怕瓦岗军势力扩张，到时候我们再夺玉玺，岂不更难？玉玺只不过是一个符号罢了。如果现在攻打瓦岗，一则损兵折将，二则会成为其他反王的众矢之的啊，恐怕得不偿失啊。这先以市民所言，静观其变。在此期间，迅速招兵买马，扩充势力。是。主公，深夜唤我何事？伯当，你回答我，你是否是我最信任之人？那是自然。主公，王伯当一直怀才不遇，在大隋便是吃尽了苦头，到了瓦岗也一直如此。若不是主公前来对伯当重用提拔，为人之重在于一展所长。主公对伯当的知遇之恩，王伯当肝脑涂地，无以回报啊！好，好，伯当，有一件事，我希望你帮我去做，也只有你能帮我，还请主公明示。伯当，我想你带我用玉玺把萧皇后换回来。主公，这万万不可呀！主公，这玉玺可是……天下大事，焉有我不知之理？只想我李密一生，虽自负满腹经纶，却屡遭坎坷。若非萧后，焉有我李密今日？萧后对我恩重如山，我对美娘情真似铁。如今她危在旦夕，我岂能坐视？天下大局，我焉有不知之理？可事到如今，我宁负天下人，也绝不愿负萧美娘。所以，兄弟，望你成全。主公，主公，主公话已至此，伯当不敢不从。哎，夫人，莹莹，看看去，看看去。莹莹，哦，四嫂，莹莹，啊，四哥，生气了，吵架了，跟四哥说说啊。哎哎，我们女人说话，你们男人避避，避避啊。莹莹，生气啦？吵架了？莹莹，没有，跟四哥说说啊。四哥给你做主。给你做主。啊！老兄弟欺负你了。哎，都怪你。哎，要怪，就得怪武帝。你说这武帝知道莹莹跟罗成这关系，早点把婚事给他们办了，不就成了吗？你懂什么呀？这婚姻大事，
讲究的是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，岂能随随便便把莹莹给嫁了？哎，夫人，你我也没有媒妁之言，不是也办了？那还不是我倒霉，在你手里了。在我手里，是你的福分。笑，不好意思，笑，不好意思，笑。不笑。说正经的，要不我给他们俩当个媒人，把这事儿啊说一说，肯定行。行，夫人，你死人都能说活了，这事儿还得你办。你呀，就等着好消息吧。好。啊！等等我呀，快走！你是哟，说曹操，曹操就到。莹莹，表弟，坐，快坐。怎么大家都在啊？有什么事儿吗？当然有事了。好事儿啊？什么好事儿？哎，夫人，你就说吧。哎，今天呢，我召集大家来，主要是聊聊你们俩的婚事。婚事？莹莹，这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。我今天呀，就做一回你们的媒人。我已经问过你们双方的家长了，二哥和五弟都没有意见。你们俩呢？好，表弟啊，你和莹莹之间情深意重，如今姑父姑母不在了，我呢就把这门婚事答应下来了啊。也好。多谢大家好意，今日之事就当没有提过。哎，莹莹，莹莹，虾米王永安公主求见。莹莹，永明公主。莹莹，自从北平王府被抄杀，她就变得沉默寡言，对我也不理不睬的，做什么事情就像石头人一样。我到底哪里做错了？她要这样对我？他不是针对你，或许是他现在心情如此吧。莹莹，你要替罗成想一想，他从小在北平王府长大，没经过什么大风大浪，此次遇到如此大难，他怎能轻易释怀？或许等过段时日，等他想开了也就好了。叔宝也是看他整天郁郁寡欢，才想着为你们两个人操办婚事，冲冲喜。但是你看他的样子，一副不情愿的样子，好像我赖着他似的。莹莹，你就别哭了。他要是真敢对你怎么样啊，四嫂替你做主了。他现在难过，我也知道。当初我们二贤庄的人全部被杀，他的心情我也能够明白。可是你看那个窦县娘。咱们先不管这县娘来的目的是什么，莹莹，你跟罗成认识了不是1、2天了，对他就这么不信任吗？二嫂，不是我不信任的。当初我们去救罗成的时候，那个窦县娘也跑出来救他，对他的关心程度好像我是一个外人似的。罗成也对我不理不睬的，对他却亲密得很。如果是那样，肯定就是罗成变心了。不是，四嫂呀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是说罗成对你呀，那肯定是真心的呀。就是那个窦县娘，对他呀，他肯定不是个善茬。莹莹，你放心吧，咱瓦岗那么多兄弟呢，啊，还能被一个外人欺负了？不可能！我就是不知道怎么做嘛。好了，你也别难受了，不如这样。挑个时间，你跟罗成好好的聊一聊，你也就知道答案了。对，二嫂啊，说得对。
实在不行，还有你四嫂。不知永安公主此番前来找我，所谓何事？为你。公主此言何意？上次分别，我不放心，这次来，就是想看看你。你可还记得我们第一次相见？永安公主相救之恩，我罗成没齿难忘。从我第一次见你，再到后来随你攻下扬州，你的一举一动，我全都看在眼里。我深知你的痛苦和压抑，可是你要知道，很多事情我们必须要学会放下。既然我们身处在乱世之中，所做之事又并非己愿，但是我们能够真实的去面对这个世道，已属不易呀。其实，我就是想跟你说，县娘我愿意在这乱世之中陪伴在你身边，与你出生入死。在这乱世之中，国与家都已不保，又何来相守？更何况我心中早已有他人，即便相守，也并非公主。还望公主不要再提起此事。我早就知道你有理由拒绝我，但是我怕这些话此时不讲，以后就没有机会了，所以我才背着父王前来瓦岗。对不起，公主，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只是我心已死。我只想在乱世之中驰骋沙场，等早日平定天下，不能再让更多的人因为战争而痛苦。如果这是你的心愿，我也无法阻拦。就当我刚才的话没有说过，但我真的希望你能过得轻松一点，快乐一点，一切都会结束的。多谢公主。不必客气，只要以后你把我当成朋友就行了。请。想什么呢？还生气呢？傻丫头。
怎么，